师父利用这个早上跟各位报告，这个公案的内容是我们亲自接触的，有他孩子讲出来之后，我们就如实的把它写出来。台湾三重有一位张老爹的，他家里面有4丁2口，晚年因为重病住院了，生活起居无法自理，孩子忙于事业，没有时间亲自照顾，就请了一位外劳全心照料张老爹。张老爹一辈子佛缘比较浅呐，到老来呢尚未皈依三宝。小女儿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，目睹老爸在病床上不懂得念佛或者看看善书，整天都只有唉声叹气的埋怨儿女没有来探望他，将他孤零零的丢在医院。再加上他本身病情始终都没有改善，所以病体的疼痛让他深深觉得很烦躁，每天度日如年呢，无以问苍天。这一切呢，小女儿看在眼里面呢，想要分忧解劳啦，却是苦于无从帮忙，心里很慌乱呐。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，冥冥之中可能获得了诸佛菩萨的点化，小女儿就灵机一动，来到老父亲的跟前，就提议了，她想要请法师来病房为这个老爸皈依了。张老爹心里想，自己时日不长嘛，就欣然同意了，接受皈依。小女儿的一片孝心感动了法师，法师也答应依照约定的日期前往病房去慰问。这位法师相当明白念佛的重要，就在皈依的当下呢，详细的为张老爹介绍念佛的好处，并解说极乐净土的殊胜庄严，同时也提到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。阿弥陀佛用名号来救度一切苦海众生，凡是称念名号者，如果世间的因缘已尽的时候呢，必定能够往生西方净土。张老爹乍闻之下，心开意解了，善根就萌芽了，很清楚念佛可以给自己带来光明的前程，内心充满着无限的欢喜。从皈依之后，除了用餐的时间之外呢，一律将心摆在佛号上面了。皈依后的第7天，张老爹突然身体感到不适，院方以及外劳紧急告诉家人前来处理，并见最后一面了。张老爹在家人念佛声中安详的往生了。念佛声持续不断，大概有1个多小时。就在此刻，原本信基督教的外劳啊，无意之间大声叫起来了，说：“阿公走了，阿公走了！”大家原本聚精会神的在念佛，突如其来听到这句话，迫不及待询问之下，才知道外劳看到了张老爹坐在莲花上，缓慢的跟着一尊金光闪烁、光芒万丈的大佛走了。家人听外劳口述之后啊，明白自己父亲是被阿弥陀佛给救度了，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感恩呢。张老爹才念1星期的佛号，竟然有如此殊胜的境界，凸显出阿弥陀佛的誓愿是真实不虚的，众生称念必得往生的一个铁证。借这样一个真实的公案，能够启发人人建立念佛信心。我们祝愿大家念佛成佛。这个是师父亲自采访的，由他的儿女转述，我们实实在在把它记录下来，来跟大众一起分享。阿弥陀佛。